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，去年7月抄到台中一间跋筊机房，逮捕12个人。当时查到的证物有真侪，拢是咧讲苦毒领地的相片。后续继续来调查，发现整个犯罪集团的内幕。原来这嫌犯是以网络跋筊来做暗号，私底下拢是以暴力特效来处理掉财务的纠纷。唔但会逼被害人啉胡仔水，阁会要求因用氯马桶的氯瓦来氯喙齿，包括这个姓江的主嫌在内，还阁有另外7个人涉案，即卖已经拢互逮捕，移送法办。在我顶的天花当伫咧烧拄只超火心经，所以倒水甲火泡破，强迫查甫人将胡仔水啉落去。另外一段画面，讲一个查甫人徛伫咧氯喙齿，毋过伊摕的竟然是氯马桶的脏氯瓦，真侪领地影片拢叫警察掌握。刑事局警察伫咧113年7月掠着2间美伫咧台中市南屯的跋筊机房，当时掠着12位涉案的人，后续发现案件的证物内底，阁有真侪段领地暴力的影像。经过追查发现，36岁江先生带头用网络跋筊做暗号，私底下暴力特效处理财务纠纷，手段有逼人啉胡仔水、用氯马桶的氯喙齿，强迫被害者行销，甚至威胁因兜厝里人签本票，或者是甲车拍互人。被害人是有3名，那当初他们也是算是应征他们这些博弈集团的员工，然后博弈集团的主权会逼迫诱使他们会去下注。警察调查涉案的人根本若当作是掠到的12位，阁有另外7位涉入暴力特效。警察弄入姓江主嫌因兜，甲人掠起来，嘛抄到19万元，含球棍仔、讲高尔夫的棍仔、水管等等假释，各本票欠销新民事的证物，将其他涉案7个人以恐吓处罪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姓江的主嫌嘛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